远离城市喧嚣的束缚，回归大自然的纯净怀抱，遥望天空的浩瀚无边，聆听海洋的幽蓝宁静，畅享天籁。我是阿兰。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我的天空为何总蓝的夜，漂流在世界的各一面，任寂寞情愿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
好，谢谢阿兰，谢谢。今天真的太棒了。那我想问问你，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天籁的主题嘛，那我想你本人对天籁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觉得天籁就是发自内心，然后，比如像我家乡的这些原生态的音乐，我觉得就是我心目中的天籁。原生态就是天籁。对，它没有任何的修饰，就是发自内心的，然后就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。但是呢，要看看我们武中彤老师对阿兰的这个点评。我非常喜欢阿兰这一次的表演，无论他的演唱，还是他和后面的学生的一起的跳舞的那一种姿态，都非常的返璞归真。所以他在演唱的时候，没有像以往太突出个体的东西，他完全融入到音乐里面，把自己的声音变成了所有大自然声音的一部分。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跳舞的时候，他也是把自己放进了他们的这个群体里面，所以整个的演出我觉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武中彤老师。在之前的这几场比赛当中，应该这一场我付出的努力是最多的。重要是这个过程我非常享受，学习了很多，然后把我自己想呈现的东西呈现给了大家。